高雄的做工船最近发现大型鱼仔冰岛，初步研判是因为风台甲树叶啊吹落来，甲我塌掉咧，活水变做死窟仔水，这鱼仔才会冰岛。目前已经请厂商去甲死鱼仔扶起来，嘛请水手加漏水，改善水位。高雄凤山区立志街附近做工船，水面浮真侪死鱼，还共闻到臭味。当地人讲，状况已经连续几啊天，就一下子就变这样了啊！水就臭掉了。 本来没有这么臭了，没有味道，是台风天过后就变这样了。好看是不太好看，就是等清理啊，有可能台风过后，有可能那个清理的人啊也不太好找。民众发现风台过后，真侪鱼仔死去，水质也变好。市府表示，测试已经接到通报，研判是烟花、树花、树叶啊，互强风吹落去，佮塌伫个再生水厂排水口，加上即摆风比雨较大，造成水准水位降低，最终含氧量减少，鱼仔才会死亡。可能是有大量的落叶堵塞到那个曹公圳各槽的那个连通管的水哦，所以让水位异常的低了。 那水位降低之后，就有大量的鱼群暴毙。市府水利局表示，即摆风灾高雄受创严重，委外厂商优先清理重要干道路树倒去，才真需要排队事项，才会较慢处理死鱼仔问题。已经加派人力来顾死鱼仔，初步检视水位已经大大清起来，但到一定的关度就应改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